各位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立新医院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李淑芳。今日到访后来让大家介绍运动。那我顺头的是我们运动医学中心的物理治疗师林正刚。然后一篇是我们的运动医学中心的健康管理师高景荣。今日我让大家共好来做运动哦，准备好吗？我们先开始今日的暖身运动。那暖身运动来讲，走人头1000一天会走，这样子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好后之后，柔软度变好，人头还不会受伤害哦。准备好，我们开始咯。首先呢，两只脚与肩头偏宽哈，然后手放在我们的腰部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先做整脚顺出来，脚盘翘起来，对，好，再来往左边。脚盘翘起来，很好，搞了一遍哦。好，我们连续动作哦，走偏，嘿，正偏，很好，走偏。好，记得哦，走人头的时候呢，肚12脚力。然后我们要自然的呼吸哦。好，吸气从鼻子，吐气从嘴巴。好，吸，吐气。好，搞整脚，走脚，对，整脚，走脚，很好，搞了一遍哦。走脚，好，放轻松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所用搞一点肩头哈，怎么做呢？来，先开始肩头哈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右边的肩头先拱起来。然后往后转一圈，慢慢的变下来，够走一遍哦。好，来吸，吐气，转一圈，好，来走偏吸，吐气，变下来，左边够了一遍，吸气，吐气，好，我们再来两边一起做，吸，好，吐气，好，够了走3遍哦，来1。哎，这时候可以画更大圈一点哦。2、3，嘿，不用放松。好，接下来啊，我们要做的是绕手、绕脚向下走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整脚走手伸出来，脚尖点地。哦，整手伸出来，脚尖1，很好，走脚。好，我们连续动作哦。好，我们来走500哈，走脚很好，来整脚，走脚。啊，手伸出来的话哈，跟肩头平时候，莫卡挺高哈，平时走的很好，够了100。好，放轻松。接下来呢，两只脚跟肩头平宽哈，溜个裤一滴滴的时候，手伸出来，好像游泳一样，来滑。滑，嘿，对，来整熟，走熟，整熟，走熟，像划水一样哦。好，这时候呢，你走了好几个动作之后，你有感觉你的身体热热的感觉，好像是对的哟，哈。好，走熟，整熟，走熟，好，来回来放轻松。好，注意每一道动作，我们要活动你的脚盘哈，然后两只手。手叉腰，好，接着呢，你脚盘要转一转，因为走人头啊，脚盘也要有活动度哦。好，来，我们的右脚先整脚散，好，慢慢的转一圈，好，慢慢的转，整脚，好，来放轻松，往左脚，还给我转，对，慢慢的转，很好，对，再来。好，那转的时候是不会有痛的感觉哈。好，慢慢的转，好，来放轻松。今天这个暖身运动走开之后呢，贵肾的身体的关节和肌肉，你都觉得黏黏。按用走人头呢是好，不会受伤。准备好吗？你等下下时候来走人头咯。暖身运动做好嘞。
接下来，你所来做运动咯。今天的介绍运动呢，是要怎么样来加强我们膝头保护膝头的运动。一般来说，保护膝头除了要增加你抬脚臂的肌肉力量，那还要做什么呢？那就是要增加平衡的能力。所以今天的介绍运动就是怎么样来增加平衡能力哦。欢迎大家让你共下来做运动。那运动之前，你走在准备一种凳呢？这个凳呢，如果说你起好唔会倒下来的话，是走在扶着椅子那有伴走来开始整数6个扶凳，然后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，整脚慢慢的抬起来，把我们的抬脚臂跟地板成9根平行然后脚盘会翘起来。在这边，抬起来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脚平下来，然后往左脚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一样左脚翘起来，抬脚臂到地板是平的，脚盘会翘起来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左脚慢慢的平下来。好，过来走一遍哦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整脚翘起来。好，假使有的向心朋友力量很够的话，你是走在听的我们的锦荣老师，给师傅的呢是走在走那您只不看没走在吃看看。好，来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，脚慢慢的平下来。过来走左脚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脚盘翘起来，脚弯起来。好，在这边读12脚力咯，身体打灯好，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，平下来。好，这个运动来说的话，是走在练习你的平衡的能力只不过呢，可以好好小心的做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的是深蹲的动作同样的假使你也力量不够的话，你走在轻重点呢，数6个半的时候那假使你走得动你走在听听锦荣老师来走好，来手叉腰，好，吸口气。吐气，膝头慢慢的弯，像个抽等的一样往下弯。好，本弄会打气咯，对，好，往下哭落去，很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膝头出力，肚子出力，过气讲，过了一遍了来吸气，吐气，慢慢的，像那个抽等的一样注意哦，你的膝头莫超过你的脚尖，脚趾莫超过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给起起来。如果你的力量好你是走在听的我们的正刚老师或锦荣老师，走在哭好下去对了。摸你是走在听的来走来吸气，吐气的话，慢慢的哭下来，很好，膝头出力，抬脚臂出力，肚子要出力咯。然后我们这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抬脚臂出力，把身体站起来，很好，过来走一遍哦，吸，吐气的时候慢慢的哭下去，抬脚臂要出力咯，肚子没有记得要出力咯，好，在这边停留5秒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。吐气，给慢慢的起起来。我们再做一次，好，吸气，吐气，慢慢的抽下来。抬脚不要出力。好，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给起起来。很好，好，这时候你会感觉你的脚有滴滴的酸酸，但是没有关系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，来，一样两只脚啦，肩头平翻，
好，那我们要做一个像打太极的动作。那吸一口气，你的前脚钳出去。好，那数顺头。好，现在身体的重心表达你的前脚，然后吸一口气，吐气数寸啊头前，然后重心放在我们的前脚。很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数表下来，脚回来。好，我们再做一次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往左脚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左脚钳出去。好，记得七条莫超过你的脚趾哦哈。然后吸口气，吐气，数表达整片。然后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寸南的走偏。好，身体重心现在表达哪边？表达你的左脚，好，左脚脚尖的地方哈。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数表下来，脚寸转来。好，我们再来做一次哦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整脚出去，数表左偏。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，身体重心放在整偏。对，很好，数每寸拿走整偏来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数表下来，脚转来，往左偏哦。好，来吸，吐气，左脚出去，数，移到我们的左偏，重心表达整左脚。好，你会看到我们重心是放在那左脚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再回来。这个动作呢，你身体的重心转移哈，直播卡也可以做做看哈。那再来呢，我们要做的是脚踩八卦的方式哈。这个运动你要想哈，就你可以想象说，体内它有在失重。好，那我们的脚呢，就一只脚是踩在失重的对动哦。另外一只脚呢，就从你的失重的时针在走哈，用慢走嘞，来把手叉腰，然后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整脚踩在12点钟方向。好，再来吸一口气，吐气放在2点钟方向，脚踏出去，重心就往那只脚方向走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往你的3点钟方向。好，吸一口气。吐气往4点钟方向，很好。来吸气，吐气往6点钟方向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往7点钟方向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回来。很好哦。你要往左脚哈，左脚一样哈，你就反失重来行哈。来吸气，吐气，左脚踏出去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往11点钟的方向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往9点钟的方向。身体重心压下表达哪只脚？左脚。好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往我们的8点钟方向。很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往6点钟方向。好，加油哈！来，我们再来吸气，吐气往我们的4点钟方向。很好，来吸一口气，肚子够力，然后脚收回来。这个动作呢，平衡能力要注意哦。你过来走一遍，吸，吐气，12点钟，2点钟，很好，3点钟，过来4点钟方向，过来6点钟方向，过来7点钟方向，很好。骨盆要打直哦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回来。好，各位乡亲朋友，挑战的认同，直播卡你天天可以做，对你的膝盖有很好的帮助哦。今日认同豆芽，谢谢大家，长来聊，再见。